好，来继续来看顶礼拜11月11购物节，真侪人伫咧网络顶买物件。若是买到无满意，想要来退货，都要注意业者所收的迄条征信费是毋是有合理。这个征信费就是业者要甲退回商品，整理到会当重新购卖的这个费用。都有人来买电视15000块，要来退货，竟然都要收6000多块的征信费。拄到这种无合理的这个费用，拢会当向消保官来申诉。才有各种的家电，有强调功能，也有强调质量的。除了实体卖场，真侪人会用网络购买大型的家电。不过你敢知家电伫退货时阵会被业者收出一笔征信费？整新？不了解。运费吧？你知道有可能要付一笔整新费用这种东西？没有。消保官讲，征信费是业者要将退货商品整理到会当重新贩卖费用，因为无明确的规范，经常甲消费者发生纠纷。根据统计，去年万国家电一半的纠纷拢是伫征信费相关，甚至有人买15000块的电视退货，必收6000多块的征信费。但是若只是贴风弃用，业者根本不应该收这个钱。如果我没有影响那个商品的功能，或是我这个是检视所必要的一个行为的话，那这个部分会在那个消保法会要求业者要容许。不过，若是冷气已经开几工，冰箱变过物件想要退货，这时得看业者所提出的征信费有合理无？若是感觉计销伤害，会使向消保官提出申诉。另外，法律规定退货时阵，业者免收运费。不过，若是要赔偿购买时的运费，嘛会事先让消费者知影，若无是免收任何费用。